繼續來看國道1號彰化溪湖的路段，昨尾5點外發生驚險的車禍，一台拖車下過車道，切過來，佫切過去，駛 S 型的，最後駛去了分隔島並車，後壁駛到有的車就青驚，趕緊打擋啊！這個拖車的駕駛講，伊敢若是中風，頭殼起戇，規身軀攏無力，慘要打擋啊，嘛無在調打。伊講伊當時是拼盡全身的氣力，把這個環島路換條條，希望把傷害降到上低。佇高速公路頂路經一台紅色的板仔車，敢若是傷我護欄一直切過去，煞來向切對倒面過來，為上外線一直連續切3個車道，切到上內線，對着後壁這台銀色轎車驚一條，趕緊打擋啊！這還未結束，這台車呢繼續駛過切對正邊出去，規台車衝去了分隔島，佫出白煙。車道在鐵線箍落甲滿世界，加在後壁這台板仔車駕駛發現了早，趕緊斷電，佫駛上電警示。這台車頂總共載14捆的鐵線箍，其中有12捆落在高速公路頂，這一捆差不多2棟重，遐若卡到人，後果真正不堪設想。後壁轎車趕緊斷電講，這敢若是二線走馬燈走一回去啊！已經是這個駕駛車駛咧做走，向無爽快啊！中風哦，向無力，規個黑暗面的時陣，我連擋啊都無在打，用盡全力在扶方向盤啊。肇事司機講，伊當時敢若是中風，想盡辦法要換這個環島路，伊還有400多萬的汽車貸款，有2個囡仔佇讀大學，為了生活，嘛是愛上班賺錢。車禍發生在昨下晡的5點外，國道1號彰化溪湖路段，國道警方表示講，這個52歲姓施的駕駛，敢若是頭殼戇才會出車禍。這個駕駛將車駛去地磅站休困。施男身體不適，5明顯外傷，送醫檢傷，酒測值為0。國道警方講，貨車物件載甲落去，上重會當罰18000塊。啊，這個駕駛落12捆的鐵線箍，這唔奈被開單，賺錢用的車嘛袂當閣駛啊。Hello， 我是林純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或是體壇動態嗎？趕快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